林角鸟毋若伫咧台南官店会当看到，即马伫咧美浓会当看到哦。这高雄鸟会积极呼吁，林角鸟伫美浓当地也互叫做是野连鸟，但年数量拢愈来愈侪。毋过今年却当着外来种的鱼仔来甲威胁。高雄鸟会含这野连农民做伙来合作，要保护这野连鸟。一大片野莲田，真侪鸟仔伫顶面，只只身躯甲鼻是头顶阁有黄色毛，伊是保育类野莲鸟。伫台南官店，大家拢叫伊林角鸟，因为伊豆豆刷到美浓。高雄鸟会为2017年推动野莲鸟的保护，捕鱼的数量是愈来愈侪。不过今年却拄到外来种鱼仔危机。去年因为水池内底水管破去，互鱼好甲高台游入来，到搭鱼仔大只就开始会食鸟仔甲卵。初估是互食去20几只幼鸟仔，甲尾10粒的卵。都有20几只细只，吼小 baby 去食，啊，阁有7、8粒的卵嘛是会变伊，啊，所以变成损失30几只。野莲是高雄美浓重要农产，即马野莲农民嘛加做野莲鸟的守护者。今年有买菜农民配合，伫田内底种欠食，互食物生做大片叶仔，互鸟仔伫顶面生炭。今年就杂受成功，保证今年互外来种鱼仔食客数量。农民嘛成立巡守队来记录野莲鸟的生长。甲欠是种伫野莲田，啊，是毋是有可能较早来做收？啊，若较早来做收，安尼咱就袂讲逼个时间，互迄个损失着农民的收成。巡守队吼，早1个月巡一届，吼登记伊拢伫倒位。鸟会统计，去年拢总发现68只野莲鸟，今年到今已经有50几只。虽然有外来种鱼仔危机，毋过有农民斗相共，互野莲鸟换一个环境，因惊伫叶仔顶袂伤害野莲，阁会当清海棠。记者钟友辉、顾朝阳高雄报道。